佩，佩佩，出来啊！表姐哦，要带你转去啊啦！佩佩啊，是啥物人看到你叫你的名？是弯弯。弯弯。弯弯是安怎找到伊的啊？我要哪知影？伊甲我的布红仔骗落去路口。一个破红仔有啥物稀罕呢？哎呀，一定是叫弯弯捡到，捡发现啊啦！嘿，我嘛足敖的啊！我一看无对当，我就甲伊带来找你啊！咬你一个大头啊！你抓准你真厉害啊！即摆代志大条啊啦！是安怎？找袂到人哦，因就会报警。迄个所在我嘛袂当住啊，佩佩哦，我嘛只好甲带转来啊。那你原本的计划咧？哎，以后搁想办法啦。佩佩，表姐带你转去好无？婉婉，你有在咱生钱无？有。打电话给周阿姨，较免人烦恼。好。马上回去啊！有阿妹，甲你换一个男生打电话。婉婉啊，你妈妈按报纸转来啊？佩佩胖去啊。佩佩胖去，哪有可能啦？伊遐尼老实的人，若是讲东东胖去，我阁会相信；若是讲你胖去，嘛有可能啊。我要找妈妈。哎呀，莫吵啦！我即摆毋是带你来啊。妈妈，妈妈。哎呦，大你嘛甲拜托的，哎，你除了会晓叫妈妈，阁会晓叫啥？妈妈。乖，若是找袂到你妈妈吼，表姐送你转去得山好不？妈妈。哎呦，伊又搁叫妈妈啦！哎呦，妈妈，妈妈，佩佩。表嫂，这拢怪我，只要甲送去老家就无代志啊。表嫂，你知影？我到即马还阁是一个罗汉脚，阁特别介意囡仔。我只是想要阁甲伊相处一下，唔敢送人啦。真是安尼，我嘛无话通好讲啊。哎呦，迄感觉阁有假？我是伊的表姐呢。哎呦，亲情阁讲莫有缘是亲情。哎，我对伊安怎，你会当甲问啊？我恐惊伊咬着，惊伊热着，阁惊伊喙焦。哎呦，阁惊伊寒着呢。就是阮无找佩佩，你恐惊嘛袂送伊转来。哎，迄嘛有影啦，我安怎嘛想袂到，表姐带查某孙仔出去佚佗，恁嘛袂放心。事实上哦，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，我毋是主动甲佩佩送倒转来啊。佩佩，多谢表姐。多谢表姐。多谢啥啦，表嫂，我即摆真正变好啊呢。妈妈，表姐伊拄则去交金。啊？伊谁讲啊？是丽丽阿姨讲的啊。哎，伊黑白讲啦。佩佩，丽姐，佩佩，佩佩，这是大姐送予你的布红啊。婉婉，带佩佩去妈房间。好，行。阿良，一个人想要学好，毋是嘴讲讲尔。真实的啦，我下定决心啊啦。囡仔敢会乱讲话？哎呀，囡仔确实是袂骗人，啊，毋过伊毋捌啊，无毋对啦，遐是交警。啊，毋过我无去拔，我只是去看朋友，这爱分得清楚呢。我若是去屠宰场，我就是台弟的哦，无可能嘛。这摆我相信你，
像佩佩这种代志哦，是咱的家内的事啦，你千万唔通报案呢。德山的老先生报案啊！啊？你嘛唔免惊，我甲佩佩送转去德山，请伊去销案。就讲，这完全拢是误会。啊，对，多谢表嫂。表嫂，你敢有代志爱我替你去做的哈？我无代志啊，但毋过你会抑阁伫你大楼骹等你。这个老狗，我去甲伊讲哦，佩佩已经转去啊，叫伊莫啰嗦。你顺惊？表嫂，你免送啦，这我足熟的啦。表嫂，我先走。去甲迄个白雪公主带到树林去杀掉。但是大神看到白雪公主遐尔水，白雪公主结果无互大神杀掉。伊甲这个野仔人生活做伙，过得真幸福。妈妈，表姐足歹耶，我足惊伊耶。表姐已经走啊，有妈伫咧，唔免惊。妈，我要去练钢琴啊。要紧去。佩佩，再见。李记，再见。李记。李记，你要来第三看我哦。我会跟妈妈去看你耶。我嘅妹嘅不是来上香，土地公啊，我也尾嘅神明应该保佑佢，佢本把伊带走嘅，希望做得带佢转来。秀秀，你唔甲神明求一下哦？我心内求啊。囡仔人袂当无妈妈，无好妈妈嘛袂当。妈妈有分好歹性，当然有好歹啊！有条个妈妈哦，规工家己好打扮，搞这艺术大牌啊，暗着靠着囡仔啊。可会，婉婉转来袂？哦，转来啊，伊妈妈送伊转来。哦，伊妈妈来啊！唔是安尼啦。对，阿哥有安尼。我咧找一个答案，有钱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假使我有一个查某囝，叫我一声妈妈，逐工看到我笑嗨嗨，我愿意听到我的查某囝大更轻声。我会足满足的，迄种快乐，毋是钱会买得到的。弟姊，你搁弹一首互我听无？老师拄仔才教我一首尔。莫遐大力啦，更去会歹去呢。王太太，王太太是嘞吼，我听楼骹口会讲你来啊，是毋是来足久啊？无偌久。阿姨，阿姨，乖。婉婉，我给你买包啊，带恁小妹去外口桌顶食。好，佩佩来。婉婉哪会拄到你？佩佩叛去啊，是婉婉找到佩佩，到伫乌更天的楼骹，讲起来嘛真拄好。
你要倒一种？我要啉这种。这种是咖啡呢，你袂当啉啦，啉这好无？好。佩佩，你要食包仔无？包仔是啥物包仔？就是内底有肉，甜甜真好食迄款，敢有妈妈做的包仔遐好食。代志拢过去啊，婉婉有打电话，你无伫哩，我袂放心，所以就亲身送伊转来。这可怕的，哪会讲伊的表情嘛知影我哦？对明仔载开始，我甲钢琴老师请来厝内教，连来甲楼骹的管理员讲，敢若婉婉一个人伫的时阵，袂用互抢人起来。我来的意思就是请你加注意。我会啦。周小姐，你定定出奇心。我老实甲你讲，人住伫咧台北，就是无法度无够侪应酬。我一直想要改变我的生活，也毋过天一光，电话就一直来，啉茶、啉咖啡、拍牌。这寡我拢毋捌，我只烦恼婉婉以后的生活。王太太，你毋免烦恼，我会豆豆仔将这应酬拢煞掉，专心全意来照顾婉婉。希望你给我半年的时间，半年了后，假使你发现我阁是安尼生，你会甲婉婉带回去。周小姐，你莫误会，我无责备你的意思。一个做老母的，啥物拢爱替查某囝受着。你莫看我人伫个南部，我的心有一部分还阁伫个婉婉身上。我是因妈妈。但愿我将来会用学了甲你同款。伊比我的条件好真济，婉婉要伫啥就有啥，你嘛尽量满足伊。只是欠缺妈妈的爱，对无？我只是安尼希望，你加注意一寡。万一伊去学歹，变做太妹，你毋是更加操烦？对。查某人巴肚皮无疼过，毋捌生过囡仔，心就想无啥远。这就是咱两个人无共款的所在。我这人想过调直啦，啥物代志拢想到足美满的，也毋过毋捌代志足多。只要你甲我讲，我捌啦，我就一定会当做甲到。我这阵无白来。希望你以后常常来看婉婉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佩佩同乖，逐工陪我伫咧压力地步的，坐踮遮拢唔叮当，看红仔册。伊无讲伊想妈妈是？我知影伊想啦，也毋过伊拢无讲过啊。伊心情唔好的时阵，也是受恁的时阵，伊就抱迄个人工的老人工的大头毛。你老阿伯心肝内一直想陪陪，安葡萄饭碗嘛伫咧喊陪陪。恁甲陪陪带去台北的时阵，阮两个人心肝肚当中欠的目个物件。妈，爸爸，妈，爸爸。佩佩，佩佩，佩佩，大吉，佩佩，大吉，佩佩，
求求你啊！佩佩，爸爸嘛做想你的啊！王太太，你伫倒位找到佩佩啊？伫台北，家在是佩佩手里，以前报红啊斗相共。报红啊！佩佩会常常讲互恁听，其实是一场误会，因表姐并无啥物恶意。安尼就好。哦，王太太，来厝内坐啦。毋免啦，我着急要赶转去报地。人变了够紧啊！好的时阵吼，亲像一家伙仔共款；若是离开吼，拢变冷淡啊。人情吼，无干那一张纸共款啊。老李啊，老李啊！啊！哎呦，你一个人那么细细念，是咧念什么话啊？秋夏吼，为着来找佩佩，话来就来。找到佩佩吼，话走就走，连小酒问都无啊！哎呀，人带一堆囡仔吼，已经足忝的啦，何必甲人计较呢？那英英吼，来我店里小坐一下啦啊！莫听听一个人吼，我伫厝内底啦，我遐来一杯好茶呢，来偏芳一下啦。哎呦，我免有心情去啉茶啦。恁公司有通过来哦，暗时11点来录影。好好，多谢哈。有诶啊，以后若手下电话吼，就讲我无伫诶啦。我无想要阁看到伊啊，伤现实啊。阿公，秀秀啊，我足远就听到你的下弦仔呢。你一个人转来哦？啊，恁妈妈呢？秋霞，爸，婉婉呢？婉婉嘛送人啊哟。爸，这毋是早就讲好势啊？也是送予迄个真后装扮的查某哟。阿公，我不爱走。不管讲啥，我拢不爱走。哦，应该留一个才对。呀，我甲叫是像呢。阿金，秋霞，大嫂，你哪个回来啊？哎呀，你顶届来的时阵，毋是讲甲足有志气的。大嫂，我未伫咧厝住偌久咧。哼，这啥好啊？哦，阮兜变做旅馆啊！阿英，你实在做唔习惯呢。哼，看你查某囝一顿来，有人做靠山哈。我是倒位咧，毋是款啊。这个时阵日子歹过啦，倒一支毋是掠肠内都咧过日子。伊也无去食到你的啦。也毋过，伊从台北的厝踅出去摕厝踅，等来住免钱的厝，我心内都嘛无欢喜。阮台北根本都无厝。秀秀，囡仔人莫乱讲话，入去厝内。大嫂，你若是安尼想，我逐个月付你厝税好啊。你讲偌济钱？迄就要看你的良心啦。爸，
秋霞回来啊，一定会煮饭给你吃。拄只我给你的10块，应该用袂着啊吼。哦。大嫂，你给爸10块，吃一顿饭。10块？哎呦，我哪只糊涂啦！我一直就是讲我给爸爸100块呢，可能是我摕唔到啊啦。哼！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秀秀，就暗啊，紧去困哦。我还有3条题目，做好就困啊。秋霞，你还未困哦？也未。是谁寄来啊？台北市娘的一对老阿婆，因要收养秀秀。秀秀唔是讲不爱去啊？爸，多一个囡仔愿意去，这嘛是无法度的啊。你的个性伤倔强啊，我嘛无法度通讲啥物。你看大嫂迄个气势，连我都要离开厝啊。囡仔要放互谁呢？我若无甲因安排好势，我走了敢会安心？我无愿意讲出来，你老大人会艰苦，会怪你家己是阿公，无能力照顾囡仔。秋霞，我咧看吼，敢爱我甲你做伙去，我嘛甘愿来台北住。你嘛要带阮去台北住？恁台北敢是有一间厝？我无法度搁再忍受恁大嫂啊！安娜，你无想要收留我？爸，我有这个心，也毋过，哎呀，爸，你毋知影我的苦衷，当初妈唔答应我嫁互阿明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袂转来后头厝诉苦。这么多年，拢已经过去啊，我即马嘛已经惯死啊，所以我心肝来搁较艰苦，我嘛无愿意甲你讲。你有志气，你的苦衷我嘛知影。迄间厝早晚是阿明因表小弟的。你哪会想到伊的表小弟？阿良捌来过啊。我甲囡仔送互人的代志，是你甲伊讲的。是啊。不怪伊什么代志拢知。你应该知影啊。伊莫讲啊！哎呦，无道理唔互伊知影嘛。爸唔知影阿良在做人，我嘛不用责备伊啊。恁哥哥对荷兰社会来讲，伊要搁延1年才会当转来。哦，所以恁嫂啊，这2工仔脾气足歹的，你爱较细腻的啊。爸爸老啊，我讲的话哦，无准算。假使你感觉有啥物话你无爱听，你莫藏伫咧心内啊。喂，啊，这汇票是啥物人寄来？唔知影。秋霞，
我是倒有遐讲了唔对，恁阿姐无欢喜啊？恁阿拢无啥要插我啊？我是看你转来啊，我才来找你开讲呢。你无伫厝诶，我这10几天哦，从来都唔捌甲恁大嫂讲话。爸，你误会啊！我真是唔知影是谁寄来汇票，一个人寄来几啊届啊，我查拢查袂着。会有这种人哦？真是的，一个人每一届拢5000、5000的寄，已经寄来几啊万啊！头家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头家，你买一台电视机好无？买电视是要创啥？哦，因为中昼的时阵我拢看袂到报地戏啊，而且你拢咧休困，所以我感觉就无聊诶。嘿嘿，你也介意看报地戏哦？哎哟，我总算找到一个哦好朋友啊啦！啥人甲你是好朋友？咻咻咻，你袂见笑？你讲人叫你伊丽莎白阿琴哦？那呢，我就是绿茶波倒呀，咱两个哦拄好配一对啦。人迄理查波顿吼，洗了足漂泊嘞，哪有亲像你遮尔歹？人伊丽莎白泰勒嘛无亲像你遐歹啊。对啊，你若无代志哦，我点仔饲上啊，紧转去，恁头家你会干嘛啦？就是款，欢喜来就来，欢喜走就走。哎哟，恁囝嘛是共款啊。你也毋是阮囝啊？我不一定哦，我早起哦已经甲车拢洗好啊啦，迄个水哦，还佫有油，还佫有冻仔油吼，我拢总检查过啊啦。代志做好啊，就留伫办公室接电话。有人敲电话来无人接，行李毋是拢走去啊？电话你家己袂晓接哟。哎呦，我哪用定定坐伫遮接电话啦？我厝内搁爱摒扫，搁爱煮饭，外口搁有规大堆代志，所以我才叫你定伫遐。我若死去，你生理就免做啊吼。你若死哦，我会另外找人啦。哎哟，莫讲遐啦，像我倒的这种人哦，袂歹啊啦，遮规矩，遮够做代志，性地阁遮尔好，你爱安怎骂哦，我就互你安怎骂。我甲你讲哦，像我这种人，你去外口找哦，绝对找无的啦。就搞碰风的。我袂甲你骗啦，我修理车吼，从来嘛毋捌甲你报假销，嘛袂去摕你的汽油去卖啊，而且嘛袂使着你的车去外口趁我家己的外劳啊。我甲你讲啊，我是一个好人啦。头家娘啊，你想看卖你家己的囝啦，你嘛甲伊骂讲，一工假毋吼，伫咧外口咧啰啰嗦啦。为着佩佩的代志，妈妈大车你才走诶。你真有一套哦，还佫有警觉，会晓根据报案来找线索。我看你将来吼做查某刑事好啊啦。赵哥哥，你要去倒？我即摆开车要去美容，接东东因大姊。阮头的社团有一个活动。哦，那安尼你会记着东东啊？当然会啊。东东借我100块，请你还给伊。这是弯弯还你的。弯弯无互我利息哦。你嘛伤贪心嘛？对啊，我本来是要送互弯弯的，伊既然要甲我算得遐尔清楚，我当然要甲伊算利息。东东以后去钓美人刀，会当好好甲钓阿母学一个，以后上遐算利息啊。千万袂用一咯！我最近甲我妈讲，讲伊放东来吼，伊都要甲我避免啊呢。好啊啦，素贞，君生笑莫伤过分啦。钓美啦，坐啊坐啊，来，啉汽水啊。东东这面旗啊吼，真正是替阮皮家带来上大的光彩。我替东东哦去学校办插班的手续啊，校长拢足欢喜的，特别要甲伊变去加班呢。东东啊，等学校若开学了哦，你都要加油哦，袂当互皮爸爸甲皮妈妈闹开哦。对啦，人讲哦，迄个贼啊是李工人，厝里哦真善车，我颠倒哦有淡薄仔同情伊。哎呀，迄贼啊有啥物好同情的啦？应该啦，遐尼少年无要找一个头路做，颠倒要做迄种下心下情的代志。这种人吼，抓到以后就应该死于同款。要
影就无贼仔吼，就愈来愈多啊。尤其是台北，每一户拢是铁门铁窗，每一个人好像就生活伫咧家楼内底。东东啊，你是安怎？爸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哎，东东啊，东东啊！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诶，东东，你又过来报案哦？你即马伫美容哦，足出名的哦。我听恁抓到的贼仔，即马伫倒位？抓到当然关起来啊。假使讲毋是我，伊就袂互关起来啊。你是咧讲啥啦？这种人哦，就应该关起来啊，袂使同情伊。你若是无甲关起来吼，就会去害到更较侪的人。伊关伫咧倒位？你要创啥？我想要去甲看卖咧。袂用的哦。拜托拜托啦，王阿姐，你毋知影，这几工我伫困的时阵，拢会梦到迄个贼仔要来甲我杀，我足惊呢。我嘛毋敢甲我爸爸讲。我来想办法，啊，毋过无一定做会到哦。谁叫你来？我家己要来的，我感觉对不起你。我毋是调工的啦，真正毋是调工的。好啦好啦，我也无怪你啊，转去转去。阿姐，你是安怎要做贼啦？你会当跟我爸爸同款去做纸线？我无迄个才调，啊嘛无本钱啊。你嘛会当像我过去的爸爸同款卖水果啊？过去的爸爸，我过去的爸爸后车弄死啊！阮妈妈无法度饲阮5个兄妹啊，就甲我送互即卖的爸爸。哦，你敢有无？有啊，你有囡仔无？有。足可怜的，你的囡仔甲阮同款，无爸爸，上可怜啊！你来看我，就是为着要讲这个哦。你即马互人拐起来啊！你的囡仔敢毋是阮阿无爸爸啊？老师讲，人爱做好代，莫做歹代志。做歹代志，就要改过。老师也哥哥。好啊好啊，莫搁讲。我上国校的时阵哦，老师嘛安尼甲我讲啦，啊，毋过我拢甲当作万年同风啦，迄有啥路用？互你，创啥？你敢毋是无钱？你无钱才会去偷摕别人的物件。不要紧，我干那有200块，摕去互你的囡仔啦。我袂当摕，我袂甲别人讲的啦。摕走摕走。你还阁伫咧训我哦？我混你有啥物路用？我混我家己的命，搁甲混家己无出头，爱跋筊，无钱通跋，就去偷。
我去过家角，看迄个风掉起来贼啦。伊足可怜，伊有某嘛有囝，我肯定爱做好人，以后莫搁做贼仔。我予伊200块，伊无爱滴，也毋过伊个囡仔爱食饭啊。妈，我安尼做敢对？妈，东东足够的呢。袂歹啊，恁爸爸的心无白费。秀秀，你敢也会记哩？恁爸爸过我的时阵，下晡转来等食饭，食饱饭又搁去卖水果，恁嘛会学转来啊，定定围伫恁爸爸身躯边，叫伊讲故事互恁听。我问恁哦，这关公关老爷，恁咧看伊的时阵，妈妈看过啊，伊是一个讲忠义的好人，伊的面是啥物色啊？红色、红的，红的，对，是红的。青的，唔对啦，那会是七色的，你足讲啊！你这个安尼我问你，这奸臣的面是啥物色啊？白花怎样？是白色。哦，冰冰，你真厉害呢！唔对啦，歹人的面拢嘛是黑色的，白面的啦。黑面啊！耶！好啊好啊，莫去吵。恁也阁分不清楚，什么是好人、歹人。主要目的是要互恁先知影有好人有歹人，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歹人，这就要等你大汉了后，家己去判断。就摕台北细娘的阿公阿嬷来讲，因就是好人，只不过是你对因无了解。妈，为什么一定要爱我去因家？妈并无勉强你。妈，你身体无好，我妈，你要创啥？你既然无介意牛角，咱迄家人还阁有一间开文具行的姓饭，因要伫一个查某囝。我不爱去。秀秀，妈的日子出无偌济啊！我不爱啦。秀秀，连转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。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幸福享不了。冰冰就搞的哦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秀秀啊，这暗暝你还无困，写尾互什么人啊？妈为着我无愿意去娘家，去到破病啊！我想要写批互娘阿公，甲伊讲，等妈的身体若较好，我就去。哎呦，你哪着这早去呢？你应该留落来照顾恁妈妈。我嘛是安尼想，也毋过妈会无欢喜，妈若无欢喜，爸就会发作。阿公，你也爱照顾妈，莫互伊阁受到阿金的欺负。啊若无，妈的病会愈来愈严重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
全新的愿望。妈咪啊，秀秀的批是安怎讲的啊？牛阿公、牛阿妈，阮妈并无怪恁，只是妈的身体无好，袂用伫咧外口做客伤过久，所以阮先走啊。我毋是无介意娘阿公、娘阿妈，天下的囡仔有啥物人愿意离开家己的妈妈？妈妈的身体又搁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就是住伫咧娘阿公的厝，我的心嘛会伫咧妈妈的身边。唉，这个囡仔实在真巧，若真正甲接来哦。惊会歹带啦！我甲你的想法无共款，哦，无你讲看卖。伊会当体谅人，比一个戆囡仔好真多。那安尼你的意思咧？咱毋是要去南部旅行，礼貌上咱去看王太太。若是秀秀的代志，等见面才搁讲。安尼真好。哎，就安尼决定啊！你有闲吼去甲王太太看者。想讲王太太破病啊？我伫公司内底接到电话，电话里嘛讲袂清楚，可能有啥物困难，伊无方便伫电话内底讲。哎，办清啊！这件代志，就咱两个人知影就好，互因知影后，又搁会有意见。因会有啥物意见啊？哎，恁囝早就伫咧细细念啊，讲收养彬彬，将来一定有足侪困难。若是互伊知影，伊一定会讲，我早就知影。你哦，莫对恁后生遐尔好啦。董事长，车甲你穿好啊。好。阿公好早。彬彬搞早，阿公要来上班啦哦，甲阿公亲一下哈。乖哦。爸爸无乖，爸爸甲我拍卡车。哦，真实的啊。无啦，爸爸是甲你耍的。拍了会听袂？舅舅，我去问范员，是安怎要拍囡仔？玉玲啊，你去楼顶看卖，卡要恁妈甲范员吼挽起来啊。范员啊，你脾气无好，会用发伫咧大人的身上，是安怎要发伫咧囡仔身躯顶呢？你拍彬彬哦？谁讲的？彬彬家己讲的啊。伊若讲我食伊一块肉，你哪相信心？妈，拍完是甲彬彬在耍的啦。彬彬唱伊的册，伊只是轻轻啊拍一下彬彬的尻川，佮讲你去耍你的佚佗物仔，那应该算是拍伊啦。玉玲，甲抱出去，永远不准伊入来我的房间。出去！范员，我对伊无感情，嘛无法度产生感情。恁逼我一定要接受伊，敢讲嘛要逼我天性伊，这伤困难啊！我活了伤困难啊！有知着，你讲互恁爸听，莫讲互我听。妈，我已经是一个残废的人啊！恁莫阁逼我做我无愿意做的代志，好无？想甲你拼，妈连一句重话拢唔敢讲。伫这个厝内，你就是国王，你困去啊，大家都唔敢大声讲话。我甲恁爸，敢会对别人安尼？无啊！
阮逐项代志拢听你的，这是为啥？就因为你是阮囝。你找什么人？我找恁董事长，我来真久啊啦。什么代志？我是彬彬的表姐，我叫马小良。哦，马先生，有什么代志？当然有代志啊！啊，若无，谁那透早就走来恁公司等你啊？遐济啦。多谢。代志真赶紧，我吼就直接讲啊。我来的目的吼是甲彬彬有关系。无问题，我开15万给你。你放心啦，董事长，我一定叫阮表嫂摕来害你。小吴，去银行摕15万的现金给马先生。啊，免，我家己来领啦。好，安尼歹势呢？袂啦，我来叫了你哦，我这是歹势咧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